大家好，澳門市澳博控股今日表示，該公司嘅2間附屬公司已經簽訂協議，收購擁有凱旋門酒店嘅凱旋門發展有限公司。凱旋門酒店位於澳門新口岸城市日大馬路，坐落半島核心娛樂及酒店地段，並設有目前由澳娛綜合根據服務協議營運嘅澳門凱旋門娛樂場。今次交易由澳博控股附屬公司 SJM 投資有限公司同埋澳娛綜合向現有擁有者 Goldach Holdings Limited 及 Solar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 收購目標公司，全部已經發行股本。交易需待澳博控股獨立股東喺成員特別大會上通過，並且獲澳門相關嘅監管機關批准之後方可完成。根據協議條款，買方將支付總額17.5億港元購入目標公司，包括目標公司已經發行股份嘅面值作為購買價，同埋償還目標公司根據現有貸款融資欠銀行嘅部分未償還貸款。截至協議簽署嘅時候，目標公司主要負債為一筆近19.28億港元嘅銀行貸款。根據該協議，買方將安排償還其中最多17.5億港元嘅貸款，買方需支付18萬澳門元作為佢面值嘅股份代價。用以轉讓目標公司全部股權，即係為咗購買營運業務，並將用於償還該銀行貸款。餘下大約1.78億港元差額將由賣方承擔，並以澳娛綜合與賣方嘅實益擁有人另行簽訂嘅貸款協議提供嘅貸款承擔。該筆貸款期限為3年，利率同集團現有信貸融資成本掛鈎，並以賣方實益擁有人持有嘅澳博控股股份作為抵押。